大家好，我们是男子汉。我们今天来宣传12月24台北 Legacy 董事长20周年演唱会集体失忆，嘿嘿。那我们要怎么宣传呢？我们的宣传就是来玩游戏。玩什么游戏？就玩转圈圈的游戏。那我们要转几圈呢？转几圈？20周年当然转20圈。第一把，开始。3、4、5、6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20周年集体失忆，开始。1、2、8、4。快点，加油！快点！15、16。感觉到了，跟你啊，谁打的？再3点，快点！8、9、好冲！起来！快！快冲！快点！快点！继续，快点！冲！快！要跟得起。卡起来！摸不出来啊！哎，才第2棒哎！快进杯！加油！来一杯 ，Go！ Yes！ Good！ 1分55秒。0.64。我感谢我的董事长20周年集体失忆，开始。1、2、3。快！才12而已。13、14。为什么要玩这个15、16、17、18。快！这比喝醉还难过。快！19年的20，冲！快冲！快！还在计时哦。Yes！ 现在放谁？是谁想大家玩这个的？第4棒，集体失忆，开始。哎，阿门，还有1圈，20。
哎，砸掉哎！这游戏是你醒来的。第5个。当时就20年集体失忆，开始。18，加油！19，20。干呐！1分24。耶！嘿，12月24，台北 Legacy 董事长乐团20周年演唱会，集体失忆。现场见。高处不胜寒啊 MVP， 高处不胜寒。